我哋睇多兩個計算反函數嘅例題。咁首先第一個係 y 等於3減根號 x， 其中 x 係要大於等於0呢個函數嘅反函數。咁做法都同之前一樣咯。咁分3個步驟。咁第一步呢，就係利用原本呢個 y 等於3減根號 x， 咁就解翻出個 x 出嚟嘅。咁做法就係將所有 x 嘅嘢都移去左邊啦，咁然後將有 y 嘅嘢移去右邊。咁然後下一步，我哋希望整走呢個根號，做法就係兩邊都同時平方。sorry，咁即係呢個根號 x 嘅平方就係 x 啦。咁之後呢度就係3減 y 嘅括號平方啦。咁我哋就已經解出咗 x 啦。咁下一步就係到對調 x y 啦。咁順便就開始可以寫答案啦。咁所以呢，呢個函數 y 等於3減根號 x， 跟住 x 大於等於0嘅反函數就係以下嘅式子咯。咁而家就係 x 變 y 等於3減 x 括號平方逗號，咁對調咗 x y 啦。咁最後就係寫埋反函數嘅定義域。咁我哋已經知道啦，咁反函數嘅定義域就係原本呢個函數嘅值域。咁有問題就係話，即係究竟呢個函數嘅值域係啲乜嘢呢？咁我哋首先睇下佢有限制條件啦。佢話 x 係大於等於0。咁其實你諗一諗，即係話睇翻呢度，你就會發現，即係呢個主要係確保個根號入面係非負數咯。咁所以即係呢個其實影響對我哋影響不是太大啦。咁我哋主要睇嘅係究竟個根號 x 會出到啲咩數出嚟呢？咁即係我哋知道根號計出嚟一定會係正數或者0啦。咁而且你個 x 又可以取遍任何嘅非負數喎。咁所以你個根號 x 亦都可以取遍任何嘅非負實數咯。換個講法，即係根號 x 要大於或者等於0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咁負根號 x 就會小於等於0。咁你兩邊再加3嘅話，咁就係3減根號 x 就會小於等於3。咁3減根號 x 係啲咩呢？就係我哋個 y 嚟噶嘛。咁所以換成 y 啦，就會得到 y 小於等於3啦。咁換言之，我哋呢個原本呢個函數 y 等於3減根號 x， 佢嘅值域就應該係所有小於或者等於3嘅實數。既然係咁嘅話，我哋就知道佢嘅即係呢個函數嘅反函數嘅定義域，亦都係所有小於或者等於3嘅所有實數啦。咁呢度就做完呢個題目啦。